好，各位所有的演出的大人、小孩、朋友，还有我们的来宾，大家平安。哇，期不期待？好像小朋友比较期待哦。小朋友期不期待？大人喜不喜欢？大人没有小孩的精神呢，哈。好，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其实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是我们所有教会的大大小小一起感恩，而且要好朋友、要亲人一起来。所以牧师呢，在开始前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不完全是纯才艺的表演哦，是要把我们最学好、最棒的音乐奉献给主耶稣，等于庆祝耶稣的降生。所以你要用这种心情来感谢神。所以牧师要带大家一起开会前的祷告，好不好？好，小朋友，只有你的灯亮，没有声音哦，只有灯亮而已哦，嘴巴不亮。哦，好，来，牧师要祷告了哈。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的圣诞节，外面好冷，但是我们在富强教会，在主灵的圣殿，我们心中非常的火热，因为我们要来一场感恩赞美大喜信息的音乐会。我们有最小的小孩2、3岁，到长辈，我们都要一起用音乐、用歌声、用乐器、用打击乐器来奉献给主，来赞美、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这个时候，我们大大小小弟兄姐妹、好朋友、小朋友，我们都准备好了，要把平常所练习最棒的、最好的来奉献给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用感恩的心、用赞美的心来表演，我们就发现神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做的事要荣耀你。很高兴，我们今天也有许多家长，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用这个音乐会来庆祝主的降生。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保守，也让在路中的我们的好朋友来宾，大家都顺利平安到当中。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仪了，准备要开始了哈。我们配合直播的时间，在3分钟开始节目开始。中，还有30秒。
10秒钟。3、2、1，开始直播。欢迎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欢迎每位弟兄姐妹，也欢迎每一位今天晚上来到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先用一个掌声来鼓励自己，也将用这个掌声来欢迎每一个来今天晚上参加晚会的人。欢迎每一个人，不论你现在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收看直播的，都欢迎你一起在今天晚上一起来领受这个大喜的信息。我想今天晚上聚集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晚上恰好也是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我想当我们在外面的街道上看到圣诞节，我们都看到许多的商店，许多的一些这个外面我们看到许多都是一些布置而已，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就一定要去吃一个圣诞大餐。好像一定要在圣诞节做某些事情才叫圣诞节，但是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是吃一顿大餐吗？只是买一份礼物吗？还是圣诞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期盼透过今天晚上，由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年纪，有从最小2、3岁到非常成熟稳重的一群人。他们要用不同的方式，用他们的歌声，用他们的乐器，用他们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愿今天晚上每一个来参与今天晚会的人都真的可以领受到这个大喜的信息，领受到这个美好的好消息。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演出。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在今天晚上，我们真的领受到这份的礼物，真的也感受到圣诞节真实的意义，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以及喜乐。这时候，我们要先邀请我们第一个节目的演出，由我们富强教会的社区音乐班，他们所带来3首歌曲的表演。这些社区音乐班的孩子们，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会一一的上台，我们会看见他们是非常可爱，而且是你们看这是应该是年纪最小的一群，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用他们的表演，用他们的音乐，带来好消息，带来大喜的信息，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诞节。所以我们也一起拍手来欢迎我们的社区音乐班。
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是你。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是你。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唱。你的掌声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特别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唱。你的掌声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身上，从永远到永远都要传唱。你的掌声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是富强音乐班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再次用最大的掌声来谢谢我们富阳教会的社区音乐班。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群社区音乐班的孩子们，就好像一群可爱的小天使一般，用他们的乐器，用他们的歌声，特别是刚那一首歌，他说富强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真正降落在我们每一个内心当中的是那份从天而来的爱，还有从天而来那份好消息。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今天晚上晚会的主题叫做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呢，除了在刚刚音乐班的这些小朋友，他们所表演的，好像透露出了一点点什么是大喜的信息。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的时候，会有让更多的线索，会有更多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什么是这个真正的好消息？什么是这个为爱降生的这个为耶稣所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以及非常重要的节目。接下来会由我们的管弦乐团，以及由我们的提摩太牧区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要带来一系列透过音乐以及透过戏剧，将耶稣诞生的这个好消息，以及耶稣诞生的这个故事来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在说些什么。而我们这个等一下的节目呢，它是一连串的音乐以及一连串的戏剧，所以呢，虽然大家看了跟听了等一下的这个表演，一定内心会有想要给他们鼓励拍手，但是请大家先暂时忍一下，到整个节目都完全结束了，他们的戏都演完了，琴都拉完了，我们再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管弦乐团，也邀请我们的提摩太牧区的学生们，一起带来这一段非常特别，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段音乐以及戏剧。所以我们虽然说刚刚说不要拍手，对不对？但是在一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拍手欢迎他们来出场。
请大家按耐住你的掌声。虽然我知道大家很想鼓掌。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有位童女玛利亚，她已和大卫家族的男子约瑟订了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成为新娘。她正在为这一切开始预备，准备要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玛利亚，愿你平安，主要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上帝要施恩于你，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取名为耶稣。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并要拯救世人。可是我还没有出嫁，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呢？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上帝的能力会保守你的一切。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便顺服这一切。她相信上帝会带领她走未来的道路。当约瑟知道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但他为人正直，不愿意公开侮辱玛利亚，但想要秘密地解除婚约。这时，天使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和约瑟说：“约瑟，别怕，去娶玛利亚为妻。她是由圣灵怀孕的，她将生一个儿子，他会拯救人民脱离罪恶的。”于是约瑟醒来，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去做，和玛利亚结婚。
在2000多年前的伯利恒郊外，每到夜晚，城外都有牧羊人轮流陪着一群羊儿在野地里睡觉。咩咩。然而这一晚，牧羊人却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惊呆了。前一秒还是熟悉的羊群和黑夜，下一秒眼前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好像带着太阳过来，因为四周变得跟白昼一样亮。原来上帝的天使出现了。不要怕，我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听到天使带来的是好消息，牧羊人不再那么恐惧了，但他们脑中闪过各种可能的好消息。天使是要告诉我们金银财宝在哪里吗？还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许3个愿望，然后立刻实现呢？这个好消息是要带给全世界的人喜乐。什么东西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快乐呢？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原来世界的拯救者诞生啦！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每个人都有烦恼困难，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真是太好了。不过，天使刚才好像说了“诞生”2个字，难道拯救者是个婴儿？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一说完，就一起高唱着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歌声结束，天使也消失了，大地又回归一片的漆黑，牧羊人彼此的对望。刚刚天使向我们说话，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他说我们的拯救者主基督诞生了，我们去看看吧。我们要去哪里看啊？天使说，在大卫的城里，就是大卫王的故乡伯利恒啊。可是我们到了伯利恒之后，要怎么知道哪一个婴儿才是主基督呢？喂，天使不是说了吗？婴儿在马槽里，那就简单啦。婴儿一般都躺在屋内的摇篮里，所以只要是躺在马槽里的，一定就是主基督。因为他们听见天使宣布的好消息，于是牧羊人带着羊群赶紧走向伯利恒城，要来看看这位新生的婴孩。
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一个命令，要所有的人民都去办理户口登记，所以大家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办理此事。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两个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路途十分的遥远。而且玛利亚已经快要生产了，所以走起路来特别的辛苦。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已经夜深了，每家客栈都已经客满了，根本没有可以落脚之处。玛利亚，我们已经找了好几个客店了，但是都没有地方可以住，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家了。我肚子一直在阵痛，就快要生了。啊？哦，好，那我赶快去敲门。有人在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请问你们这边还有空的客房吗？我们这边也已经客满了。玛利亚，怎么办？这间也客满了。我快生了，没有办法再走下去。老板，怎么办？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借住一晚？但只剩下马槽，可以吗？约瑟，没关系，我们就住下来。好，那老板，那我们今天就先暂住在马槽。好吧，好吧，那请跟我来。于是玛利亚就在马槽里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当晚，玛利亚就生产了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救主基督真的降生了。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此时，在遥远的东方，有3个博士。哎呀，要怎样才能找到救主降生之地呢？我们已经问遍所有的人了，但是都没有人知道。哎，天上那一颗星星好明亮啊！哎，哪颗星星啊？哎呀，就是那一颗星星啊，你没有看到吗？啊，算了，你一定老花眼看不到。是那一颗星星吗？那一颗是启明星，快跟着他，他一定会带领我们找到救主降生的地方。快跟上！于是，这3个博士继续走啊走啊，走了好远的路程，一直跟着天空的星星，为了要找到这个救主降生的地方。哎，星星停在这里哎，我想我们应该到目的地了。哎，真的有个婴孩在这里，我想他一定就是救世主。请问你们是谁？怎么就突然跑进来了？我们会来这里是因为这个孩子非常特别，我们找了他好久。我们3个人一辈子都在研究星星，我们看到东方有一颗星星，那里就是新生王的诞生地。我们走了好远好远哦，跟着这颗星星，所以当这颗星星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找到目的地了。感谢主带领你们来到这里，他就是耶稣。太好了，我们快点把礼物拿出来，这是我们要送给救主的礼物。这些天里迢迢来的博士们，献上最好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给这位救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将这个大好的消息带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你最大的掌声，给我们的弦乐团，还有给我们的提摩太牧区，谢谢他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段的演出，可以更多的掌声给他们。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的弦乐团起立，也邀请我们的提摩太牧区的每位学生一起起立，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谢谢他们带来这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出。好，谢谢，请坐，谢谢。我想透过音乐，透过戏剧，好像又更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大好的信息在告诉我们什么。但我想我们光用看的、用听的，好像还不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心来感受什么叫做大好的消息。所以接着我们要邀请我们教会的夏文学牧师，他要用分享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大好的消息。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拍手欢迎我们的夏牧师，将一下时间来交给他。好啊，各位大小朋友，大家平安。好，再一次啊，要例行的给隔壁祝福一下，说圣诞恭喜，耶稣爱你。再一次来，好不好？哇，好棒哈，感觉非常的温暖了哈。其实刚刚的音乐才是上半场而已哦，我没有休息，就马上牧师来串场，分享一下，然后等一下接下去了。那牧师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一个小小的分享哈，小小的分享，我们请同工切过来，我们这个投影片哈。那我们要分享献给耶稣的礼物。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提摩太牧区，对不对哈？他们就有3个博士哈，把礼物送给耶稣。那牧师要接着这个主题来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在场的弟兄姐妹，有的是新朋友，有的是 base 哈。那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主人，对不对？我们演出的人也是主人哦哈。就是说你是受邀来的来宾哈，特别是 base， 那特别是主人，你可以去给谢牧师讲说，我带了3个朋友来。我们教会送一个小礼物给他，因为那些小礼物是对新朋友很有用的哈。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们就各来4楼，在外面哈，跟我们的谢牧师或是我们的邱平执事哈，领那个小礼物哈。好时间不是很多，牧师要讲这个故事哈。刚刚3个博士对不对哈？那有一段经文哈，很有意思啊哈。他说，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犹太的伯利恒。他说有几个博士啦，刚刚不是演3个吗？但其实圣经里面是说有几个哈，那几个就可以自己想啦，3个、4个、5个、6个都可以啦哈。他说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说怎么样？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犹太人之王，对不对？好，有几个线索，一个是东方来的博士，然后他要拜那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还很重点是哪里？就是说他看见了星星，那这些很有趣的典故哦哈。那前不久几个礼拜前，牧师有跟提摩太分享过星星到底是什么事啊？到底什么星呢？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星星？是真的吗？还是有特别的故事哈？然后这边有提到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个星，忽然在他们前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那个星星真的带领他们走哦哈，而且他们看见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了。重点在这里，他说进了房子呢，看见小孩子哈，进到他
看到他的母亲也玛利亚，就匍匐来拜那个小孩子哈。那揭开宝盒送什么？刚刚他们3个哈都没有打开啊，这边有写了是什么？黄金，再来呢？还有什么？好，你们有没有看过黄金的？有没有看过黄金？大家是金项链是有啦，对不对？看过，一定看过。那乳香看不看过？乳香没有看过，比较少，对不对？还有没药，那很有意思啊。牧师在有一段时间有机会去那个以色列那边去参访，就看到什么叫做黄金跟乳香没药。黄金是比较不稀奇了哈。那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东方才看见它的星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哈？原来一个典故啊，在这边哈，牧师分享一下。他说这个神奇的伯利恒之星呢，天文学家有推算过哦，在公元6至4年那个时期呢，土木两行星跟地球排成直线，就是说这些天文学家去推算，真的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间呢，有这样的星星，因为土星、木星跟地球排成一线，所以那个光亮是非常的亮的，就有这样的历史的故事、历史的记载哈。那其实在中国的东汉，叫做汉哀帝建平3年，也看到这个景象，有景星出现，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编的故事，是真的有这样的星星出现。然后这些博士呢，就按照这个星星的指示，重点是说，他们竟然从这个星星看见了耶稣了哈。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这个汉朝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把它改为太初元将，西方学家推算跟中国的这些史实不谋而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看到这个星星不是假的故事，是真的故事哈。这个是一个伯利恒之星的一个照片哈，这个都是哈。好，那所以我们呢，大家等一下下楼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前面布置一个圣诞树嘛哦，那圣诞树最顶端有一个什么？哇，你看到了哈，那个星星不能摘下来，那个星星就代表这个伯利恒之星所以到什么地方只要有圣诞节就有这个星星了哈，这个都是一些图片在介绍伯利恒之星的图片哈。在星象上面哈，他就看到一个星星，那个红色的字那个星星哈，这个星星在天文学家的推算之下，2000年确实出现了哈。这个是在犹太这个以色列的地点哈，他们有一个教堂叫主诞教堂，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教堂。那边特别把相传是耶稣出生就是马槽这个地方哈，那边把它做了一个星星摆在那边哈。成为很多朝圣者去那边参观的地方就是这个星星哈。刚刚我们不是说听到有这个博士献了黄金、乳香跟没药吗？哈，我说黄金我们就比较了解很清楚哈。哇，这个是黄金，看起来金光闪闪，对不对哈？大概黄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常用到一个宝贝的一种代表，因为黄金它我们看到他说是99纯金的哈，它就黄金是永流传的哈，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定，所以很多人喜欢用黄金来做宝贝或是这个传家宝哈。那黄金到底这一个博士奉献的黄金是什么意思哈？圣经里面这样表示说，它是代表神圣的性情哈，那指明耶稣是有神性的性情，它是神圣的。黄金是这样的稳定，这样的值得信靠哈。那这个就是乳香了这个乳香看起来黄黄的，对不对哈？这是乳香这张图片呢是牧师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刚好在那个店在卖，说这个叫乳香，就一块硬硬的你要把它磨成粉那一类的就一种很宝贵的一种香料一种香料，就是乳香。那乳香象征什么呢？乳香象征复活的馨香耶稣受死以前呢，他就告诉玛利亚跟马大，
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它是复活跟生命。所以在受死之前，它就是复活，已经有复活的一个预表了。所以基督活在地上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那用乳香来代表一个复活生命的重生那这个就是没药，没药是一种植物所提炼出来的没药这是它的植物它的花但是做起来是变成这样子了也是一种提炼出来的一个硬块，但是可以磨成粉你看磨成这个粉变得红色，很红那些粉就很贵重它就让人家用称的称，看是1两或2两，他们那边当然不是两了就是1钱或多少这样子这是用一个汤匙舀起来的没药。那这没药是象征什么呢？没药象征死亡，死亡的一种馨香。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呢，那些妇女啦，那些安葬他的人用没药来给他来抹在他的身上在人的中间死并没有馨香，但是代表耶稣他的死是一个新的复活的开始所以在耶稣死的时候，他有这个死的馨香。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说，这个东方之星在印证耶稣降生。博士所送的礼物是代表了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意义不过很有趣，牧师最后要讲一个小故事了这故事就是说，我们习惯上都因为有黄金嘛、乳香跟没药，所以就把它也想说，那这样一个人一个礼物，所以博士就是3个博士那我记得我们今天不是有音乐班来表演吗？牧师在应该20年前了吧？我们的音乐班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全部都到哪里呢？都到那个文化中心，去那边做一个户外的表演我记得我们的呼团契有人来演一出叫做第四个博士，那一个演出非常成功，因为好热闹我们有大人来演那个第4个博士。那为什么会明明就3个博士，大家都相传这样子为什么有第4个博士那三个博士，他们奉献的这个黄金乳香没药，这代表一种属灵的意义。但是呢，有人用一个寓言故事来描述这个4个博士了那第4个博士的故事非常感人。他说，这个博士是俄国所来的传说他说，当时其实是4个博士，3个博士跟这一个最后最年轻这个博士一起出发，他们要去来敬拜耶稣然后这个第4个博士呢，他就手中或袋子里面装了3颗闪亮的宝石，要给新生王就耶稣当礼物。但是大家在一起出发的时候，慢慢，这位第4个博士竟然在旅程当中遇到了很多他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那这个故事就在这边产生了那第一个，他在旅程当中，在路上呢，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一看原来一个孩子被人家丢弃在那个泥土堆里面，而且全身赤裸，而且还有血从他的一个伤口流了出来。这个婴儿非常的奇特，感觉很稚嫩就是如果再不照顾就一定没有命了很无助。所以这个年轻的博士看到了，哇，好不舍他因为他要旅程他的旅程要去见耶稣怎么办？看到这个可爱的可怜的小孩子他就骑着骆驼又回到刚刚他们出发的村庄。他村里面问一下，都没有人认识这个小孩是哪里来的这个小孩哭得好厉害哭得好伤心那这个博士他想说，那怎么办？这个小孩子又不能丢着不顾，所以他就毅然决然说，那我手中1颗宝石来委托一个妈妈，说你能不能帮我照顾
那这个宝石就当礼物，那照顾他能够健康的成长，然后他就继续上路了。那个星星还在，他就继续跟着这个星星走那后来他经过一个城市，看到有人在办那个丧事就是丧礼了原来是一个人家的爸爸去世了，他的这个孩子跟妈妈呢，因为没有钱来葬这个爸爸，所以要被人家卖去当奴隶了。这个家庭就瓦解掉了，太可怜了。这个博士觉得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可怜的家庭，连爸爸过世都没有办法安葬他。”好了，他就把第2颗宝石呢送给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换钱来把这个父亲安葬，然后去成为他们的生活的费用。第2颗宝石就这样送出去了。然后他就继续他的旅程，这个星星继续在带领他的，星星还看得见，所以他已经跟他前面3个博士已经脱队了，对不对他就想说，到底我怎么会遇到这么些耽误的事情？那怎么办？我来不及去看见那个新生王呢？那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刚好这个地方在发生战争发生了战争，那怎么办？他赶快逃避，才不会受战火的波及了。然后他到一个村庄的时候，看见有所有的男生都赶在一起，准备要屠杀那个村庄的人，抓了起来。在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位博士说：“对不起，你们这些军队，能不能我这个宝石来换取他们的自由？你们不要危害他们的生命，可以吗？”就这样，他的第3颗宝石就送给这些匪徒从那个时候，他身上的财产都没了，他自己变成乞丐了，而且那个星星消失掉了，糟糕！他像一个乞丐走遍这个各地那就继续他的旅程。然后他来到一个港口，已经没钱了，又遇到一个可怜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家的父亲要被人家抓去古代没有电，没有动力没有那个引擎的动力，就是要一些奴隶被人家抓到那个一艘船上面，不是被绑住。你看电影就要摇桨有一个鲁夫就讲1、2、1、2，就往后拉往前推整艘船是靠这个桨来推动的如果你没有力气，就会被人家用鞭打不动就不行，而且如果不认真做，就不让你吃饭这个爸爸要被人家抓去当奴隶这个时候这一位博士呢怎么办？这个爸爸要被人家抓去当摇桨的，当奴隶。后来他已经没有他的宝石了，怎么办？他心中的怜悯之心还是起来了。他说：“这样可以吗？这个爸爸让他自由，我自愿当摇桨的那一位，就是代替他的意思了没想到那颗星星不在天空出现了，那个星星竟然从他的灵魂中升起了，告诉他说：“你怎么走？”这个内在的星星出现了然后他到处就慢慢走，他心中得到平安。然后他这个当奴隶的继续他这很多苦难的过程，不久他就被释放了但是他的心中的目标还是要去见这位耶稣的。没想到一拖再拖，时间一直过去了。经过多久呢？当他自由的时候，他就赶到一个城市的门口，然后一大堆人在推挤，竟然是来到一个山上。那个山上立了3只十字架，其中中间一位
被人家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看到那一位脸中生出光芒的那一位痛苦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是会发光的，好像一道闪电一样哈。让这个博士突然间发现说：“哎，这个就应该就是我要找的那一位。”但是本来是要找那位新生的婴儿，竟然现在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已经过了多少？30几年了。他看到这一位，他认为就是他所要找的，这位博士就跪在十字架前面，有3滴血，滴到他的手上。他看见那3滴血比他原先戴的那个宝石、钻石还亮。他发现说，原来这个是耶稣的血，比那3颗宝石贵重不知道几万倍。然后耶稣大叫一声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国王啊，这个博士也死了啊。他死的时候呢，脸朝着耶稣，他的脸上一道光芒，像星星所发出的光芒一样。啊，这个就是俄国一个作家，他把这个第4个博士的故事用这样的描述。虽然他没有把礼物黄金、乳香、没药送到耶稣前面，但是他是致送了最宝贵生命的礼物哈。所以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传说哈，心里面有受到感动。这个传说也在跟我们讲述这个圣诞的奥秘。圣诞奥秘是主耶稣为世人牺牲了，他的降生是为了来拯救我们。第4个博士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来象征这个圣诞的意义。愿上帝赐福在每一位，借着今天这个音乐会，我们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诗歌。我们一直想说，主耶稣他为了爱世人，那这位博士是用他的生命来奉献给主。求上帝给每一位有一颗星星，这个星星引导你，而且不是天上的星星，是你心中的星星，是你灵魂的星星。刚刚有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带新朋友来的哈，你可以来找谢牧师或是邱平执事他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哈。我们自己教会的还有演出的同工就不用拿了哈，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这些新朋友哈。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司仪，我们的瑞平牧师，谢谢。好，我们再谢谢夏牧师带给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刚刚说到有第4个博士有第4个博士。我们刚才戏剧里面看到有3个博士献上黄金、乳香、没药给这位耶稣。我想刚刚夏牧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最棒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降生，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带来一个平安，而且是带来一个喜乐的好消息。所以我想圣诞节不是只有每年好像就是12月25号好像一定要经过这一天一样，而是每当我们到了这一天圣诞节的时候，就再次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来到这个世上，也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以及最大的平安。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富强教会的圣歌队，以及我们教会的弦乐团，他们要用他们的歌声，也要用他们的乐器，来传达这个大喜乐的信息。所以也盼望在等下的诗歌当中，在等下的音乐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从天上而来真实的平安，以及从天上而来这位耶稣所赏赐给我们的喜乐。
在他们还在预备的时候，也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在我们的1楼的招待处的地方，大家如果上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在1楼要走楼梯上来或搭电梯的时候，你会看到左手边有一块非常大的一个背板。我想今天当你来到富祥教会的时候，不是只有享受今天晚上的音乐这么美好的信息，你也可以留下珍贵的回忆。所以你可以到1楼的那块背板，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拍照，找你的好朋友，找你的家人，一起在今年的圣诞节留下一个珍贵而且难得的回忆。所以等一下你要离开，或者是等一下有时间，你可以到1楼的大厅的那块背板，在那个地方一起拍照，一起留下美好的纪念。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富阳教会的圣歌队以及我们的弦乐团。我们再一次用我们最大的掌声来欢迎他们。Draw near, all ye nations, let the earth and all it contains listen and learn. Fear not, for I bring you glad tidings of joy. The people walking in darkness have seen a great light. On those living in the land of deep darkness, a light has dawned. God has increased our joy.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To us a son is given,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be on his shoulders. And he wi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Over his kingdom from the time and forever. The zeal of the Lord Almighty will accomplish this. Draw near, all ye nations. Let the earth and all it contains listen and learn. Fear not, for I bring you glad tidings of great joys. Jesu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is born. All of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yes in Christ. In him, the great hour has been spoken. In Christ, the glory of God has fully been revealed. This i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the Messiah. And this gospel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everyone. Now, we must be God's instrument of hope and joy to all people. In all we say and do, may our life be the joy of Christ.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好朋友，我们的音乐会到这边要接近尾声，那牧师要用祷告来带领大家，也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借由这个音乐会，我们再一次来颂赞主耶稣降生所带来的新的生命、新的祝福以及新的力量。神啊，在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祷告，求主让这个疫情尽早能够得到止息，这个世界许多的战争、饥饿、许许多多的不公平的事能够消失，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有上帝从天上赐下的恩典，因为我们认识的主，我们就得到新的力量，跟着主耶稣的道路走，得到新的祝福。愿神赐福每一位今天参加这个音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借由音乐带来世间的和平、平安跟喜乐。也求你赐福给所有参与演出以及参加这个聚会、美好聚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领受这样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有的演出人员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最后的尾声，我要邀请在场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当作祝福，也当作是今天音乐会的一首的结束。所以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可以一起拍手，然后一起来唱这首的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然后我们跟着我们的圣歌队，也跟着我们的乐团，我们一起来唱，用这首歌彼此的祝福。左右两边人跟他说圣诞快乐，祝到圣诞快乐。愿上帝祝福大家，愿上帝所带来这个大喜的信息，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大家晚安，我们今天晚会就到这边结束。也记得，如果你有带新朋友来参与今天晚会的，要离开之前，你可以到门口的地方找谢牧师，或者是找邱平执事，可以拿一份新朋友的礼物。
在离开的时候，你也可以到1楼，1楼教会的门口有一个背板，你可以在那个背板面前拍照留念，留下珍贵的回忆。